行情后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7日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昨昏咱共款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也阁有6个大病入境的案例。因为即马疫情豆豆稳定啊，疫情指挥中心嘛放令一寡室外挂喙暗的规定。对10月初5明仔载开始，伫山顶也是海边啊，也是去田里，阮啊做事伫室外较宽的所在，会使毋免挂喙暗。也毋过因为温泉区溪边范围无遐宽，所以随望伫室外嘛是爱挂。国内新冠疫情转好，初三共款无本土个案已经连续4天加零，而且也无增加死亡个案。暗过指挥中心讲，增加6例境外移入。那进来的这6例境外移入的5男1女。那主要是来自5个国家：马来西亚、美国、蒙古、英国、缅甸。入境日9月19日到10月1号。到目前，国内第一期疫苗注射率有57.44%。指挥中心也宣布，为10月初5开始，农林渔牧工作伫空旷所在，比如田内底、渔池啊、山林工作，民众伫山林和森林游乐区、滨海活动时阵免挂喙暗。毋过喙暗爱随身带咧，也甲别人保持社交距离。卡出这个所在有人潮聚集，或者是甲别人共同工作，活动中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的场合，也是爱挂喙暗。有主管机关若是另外规定，都要按照伊的规定来办理。基本上我们还是外出戴口罩，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对一个基本的要求是还在的。身上还是要戴着一个口罩，万一有人来了，互相会有接触的时候，那还是要把口罩戴起来。那原则是在空旷区域保持社交距离，在这些区域里面可以不用戴。基本上的原则这是一个所谓的除外的规定那没有说一定要开罚或怎么样不过这都是自己的一个自身的安全。我想防疫是全民的工作。但市长强调，这摆主要是针对上山落海相对极端空旷所在的放令，毋过防疫政策是多赞处。做疫苗过来洗手挂喙暗是斗阵做，温泉甲溪边人也是真济，所以无开放。毋过会滚动检讨。另外，真济间大厦会开始实体上课，目前也未放令实体课人数上限。此时也针对宗教活动等其他行业有另外放令调整。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开始，喙暗有条件放令，随望伫山顶海边啊较宽所在，会使毋免挂喙暗。也毋过要安怎准则，嘛受民众感觉真烦恼。惊绑落来了后，去到人较济所在，会袂记得挂起哩。所以上界保险的做法，若是已经挂惯势啊，喙暗嘛是挂好条，较妥当。下晡约4点，台中大溪步道已经出现真侪要来爬山的民众。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下晡2点就宣布，10月初5开始有条件开放山林的活动免挂喙暗，民众听到反应无同款。我觉得很好啊，因为戴口罩的话就是会呼吸很难呼吸啊，然后又喘不过气来。我觉得这个如果可以宣布不要戴口罩是最好的。觉得人多还是要戴的。为什么？因为会有空气传染的问题啊。对。特别是有小孩。对啊，对啊。民众烦恼毋是无道理的，有专家就认为讲，真侪国家的疫苗注射率达到70%以上，才拄开始考虑放松挂喙暗的禁令。即阵国内注射2剂，注射率只有1%左右。一旦解除户外全面挂喙暗的规范，恐惊造成防疫破空。相较于国外其他国家的，就算已经70%或者是80%，甚至像是以色列更高，但是它的突破性感染的这个问题呢，也还是越来越高，所以他们才会讨论开始第3剂或者甚至施打第4剂。所以我个人认为，现阶段来说，即使施打2剂，还是没有资格可以把口罩拿掉。详细看一下，爬山民众也是真多，彼此中间难以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大溪伊是7辆式的登山的步道，大头甲登山溪中间要安怎来规范？不过对着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要求，若拄着人真多所在，应该爱随时挂喙暗。大部分来爬山的人拢愿意配合。有一些防疫的措施，我们还是一样要做好。对，不能说因为这边开放，然后就整个松懈掉了。对啊，不能够有这种疏失啦，所以说还是有备无患，一定要带着。热天爬山寒湿地，喘气真困难，民众也真想讲会用莫挂喙暗。即阵挂喙暗的禁令还未解除，中央随时来放宽这个防疫，也可验到民众家己的自律的程度。记者综合报道。
上新的消息来关心第三批咱台湾主门票头的 BNT 预防车，今日透早5点35分搁上来啊，世界大约有20万吨，加上前两批9月30有54万吨，10月初1有67万吨，这批140万吨拢已经够啊。第三批 BNT 的预防车同款是由华航负责载转来的，大约有20万吨，嘛是对德国原厂来的。今日透早5点35分送到位，完成通关了后，会直接送去检验，再分配去地方予民众注射。这是由鸿海、台积电也有资助同齐买下1500万吨辉瑞 BNT 预防车，目前咱台湾即阵已经收到324万吨咯。台铁之前有提报交通部拍算起票价，其中伫自强号亲子车厢拍算起2成，是引起讨论。这嘛引起一寡家长的不满，讲政府毋是咧鼓励生囝，哪会带囡仔坐车，电动爱较贵。台铁昨昏赶紧发出新闻稿，表示会阁讨论，暂时袂做调整。台铁的亲子车厢空间较大，验过票价甲一般自强号同款。虽然规定是爱带12岁以下囡仔才会当使用，不过以前定定被占用。即便提报要调整票价，台铁本来规划台北到高雄调整做1012块，台北到宜兰调整做262，起差不多2成。不过有家长认为，这是政府是咧挺发有亲子车厢使用需求的旅客。台铁伫初3案发新闻稿，讲苹果现况无适合调整，这项建议案会停落未过进行。另外，将要斗相共东部干线疏运，台铁伫今年7月所买的 EMU 3000城际列车，照台铁即卖规划，这种色彩黑白色流线型设计新列车，会设商务车厢，票价依照路线无同，像台北到宜兰，台铁提报的商务舱票价是40倍，比原本的自强号票价贵2倍较低。涨价没有关系，但是服务要做好，对，卫生要做好，就对了，各方面啦，对不对？1分钱1分货。安全上有做一些提升，或者是说就是还有一些就是相关措施，就是在可能就是在这次重大事件过后，如果有一些改善部分的话，是还可以接受。台铁票价是要调整了哈，但是我的想法是说，当你安全改革还没有做以前，你没办法提供民众一个安全的乘车环境，这时候来谈票价哈，是大家没办法接受。交通部长王国材之前伫咧接受公司专访时阵讲，台铁的票价25年无做调整，早就无符合成本。不过常常传出重大意外，即马上首要爱做的就是确保营运的安全，让旅客有信心。到时票价才来做整体的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做回关心天气，今仔日咱台湾附近是透偏东风，伫遮方面的北海岸东半部会落地渐阵雨。做回来看温度，今日到拜三拢是透偏东风，引进水汽，所以伫遮方面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水汽有较高，会落局部地渐雨。若中南部的山区是过大了后，爱细至西北雨。若伫山方面的西半部高温烧热，气象局有发布高温的资讯。桃园、新竹、南投、台南、金门拢会到黄色的高温灯号。这礼拜南海也个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上，拢有热带系统正在发展，将有可能会形成热带性低气压，也是风台。10月份双十节有3天的连假，敢会受影响？即嘛爱个观察。这时开始，南方的水汽增加，部分地区的天气也出现转变。周一、周二受到整个大环境偏东风的影响。所以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开始下雨几率会稍微提高一点，有一些局部降雨的机会。而至于西半部地区，因为受到中央山脉的屏障，大致属于是高温的好天气，但是要留意午后可能还是有一些雷阵雨发展。10月份，这一人其他的国庆的连假天气安怎？气象局讲，因为海温有充足，热带系统适合发展，南海甲菲律宾东方海面阁有一个热带扰动活动的迹象，也可能影响到未来东半部地区的天气。不过，爱等热带系统形成的时间点甲未来移动的方向，影响程度才会较知影。这时候在菲律宾的西边，就是南海这个地方有个热带系统生成，到时候可能是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台风，有可能。它东方海域其实有一个低压，从今天一直到10号这段时间带来比较偏东风的环境、东南风的环境，这些水汽的情况都是非常明显的。
西腊测试2天，气象局继续观察热带扰动是毋是发展为热带性低气压，也是甚至增强为风台，到时阵会为台湾东方带来更加侪水汽。伫归人北海岸东半部甲恒春半岛落雨的范围也因此愈来愈宽，雨势也较明显。西北部受影响程度，因为爱看热带系统甲离台湾外远才有法度来确定。记者综合报道。介详市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日本自民党新选调的党主席岸田文雄，今仔日会上任担任日本第100任首相，嘛按算伫10月14会解散众议院，打算11月初7要选举。不过目前岸田文雄打算伫月底去罗马参加 G20 峰会，所以选举的时间嘛有可能会延后。来看《自由时报》。之前法务部有讲，营业秘密有可能牵涉国家关键核心技术，所以打算要修法放入去国家安全法内底。根据调查局的统计，今年1月份到8月份，已经有以上10部件违反营业秘密法的案件，价值1909亿个技术竟然已经外流。来看联合报，高铁春登去宜兰，即马车头车站到底要起伫倒位，引起讨论。交通部有惊喜的所在，包括四城、宜兰、县政中心、罗东这些所在。交通部是较看好四城，也毋过这个地方的意见无同。捌做过宜兰县长的立法院长尤锡坤昨昏嘛讲，伊认为说第四城欠点上济。美国的药厂默沙东已经研发出对抗新冠肺炎食药啊，会使减少重症甲死亡的比率。这消息一出来，即马有真侪国家拢烧钱要买，香港、马来西亚拢已经去直接。咱疫情指挥中心嘛讲，咱甲药厂嘛有联络，相关的听数已经在谈。这种伽马式的药丸是全世界对抗新冠疫情一种新的选择。美国药厂默沙东昨日宣布，因所研发的食的新冠肺炎药啊疗效真好，病情较轻到中度的患者食了，断气加死亡的风险比无食药的人降50%。Certainly having this drug as another tool in our toolbox, but I think we have to be careful about saying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a miracle. It's still no substitute for vaccinating the world. 专家强调，药啊会当降低重症的机会，也毋过袂用预防，疫苗也是爱做。默沙东药厂会赶紧向当局申请紧急授权使用，申请的结果应该会伫咧几礼拜内就出来。目前包括香港、马来西亚政府拢想要买。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也讲，相关程序拢伫咧进行谈判。这些程序我们都在相关的程序都在进行中，然后我们事实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准备啊，不过我们现在也在谈判中。香港政府防疫顾问柯树昌讲，默沙东口服药的疗程要5天，费用差不多大约2万。研究显示，伫发病的5天内开始食药啊，效果会更加好，尤其是容易出现并发症的长期病的患者，或者是大人使用，更加会当降低断气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是超过2亿3千万例，死亡人数是超过481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6例，目前咱台湾加强16250例。中国的病例有96000多例，日本是17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4400万例，印度超过3300万例，巴西超过21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790万例，法国是超过711万例。美国为病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70万人，这嘛是美国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的疫情。美国总统拜登除了表示哀悼，嘛呼吁也未注意风险的民众爱量早去注射。那加州即马是宣布讲，等12岁至15岁批准会使全民注预防针了后，因特别强制要求国中生甲高中生爱做过预防针，才当去学校读册。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美国新冠病毒累计死亡的人数，伫10月初1正式超过70万人，等是规个首都华盛顿特区的人口数。
这是美国历史上死亡人数上介侪疫情，超过1918年大流感的时阵，死675000人，还佫较侪。总统拜登发声明悼念这个互人感觉真痛苦的路残悲。讲这个数字嘛，提醒民众注疫苗的重要性。强调讲，因为疫苗出来，美国过去8个月甲疫情的车拼才有重大进展。伊嘛表示，全美国12岁以上的民众，目前已经有超过3/4至少有注过一档的疫苗，其中一岁人的注射率是要到94%。Once the FDA approves the vaccination in different cohorts, starting with 12 and above, grades 7 to 12, we will begin to apply that requirement in the next term, either January 1st or July 1st, whichever comes sooner. 目前美国 FDA 已经全面批准辉瑞疫苗，会当甲16岁以上的民众注，也若12岁至15岁青少年，是会当伫有紧急使用授权的情形之下来注。加州州长纽森是全美国头一个宣布12岁至15岁年龄层，若摕到全面的批准，州政府就会强制7年至12年级的学生都要注新冠疫苗，才会当入去学校内底。敢若少数因为健康或者是宗教的因素的学生会当免注。So we're standing up against vaccine mandates. A lot of healthcare workers are getting fired. 另外，加州强制医护人员注疫苗的命令，嘛已经伫即礼拜生效。部分的医护人员因为不满，所以去街仔路抗议。因认为讲，会有员工宁可时日嘛不爱注疫苗，或者是自愿互停职甲死头路，安尼恐惊会造成医疗人员骹手欠缺的恶性循环。根据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的统计，全美国有55.7%的人口已经有完整注过疫苗。另外，平均每一天有超过1000人因为疫情不幸死亡。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来关心阿富汗喀布尔一座清真寺发生炸弹攻击，已经知影造成5个人死亡，20个人受伤。红城塔利班随反击，有3个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被杀死。差不多1500位塔利班支持者甲国际官员，催生伫咧喀布尔科达曼殿举行团结集会，因摕武器甲旗仔向各界展示有坚守阿富汗的统治力。验过迄天，喀布尔一座清真寺的炸弹攻击，颠倒大家卡注意。迄当阵清真寺内面正伫咧进行祈祷仪式，门口突然间发生爆炸，造成伤亡，死者全部拢是百姓。塔利班连发现连穆贾希德伊的老母顶礼拜过身，白讲要伫咧遮举行祈祷仪式。عزیز که دشمنای اسلام دشمنای خصوصا مردم افغانستان و این شورش‌ها نمی‌خواهند که آرامی و صلح无经过正式的消息讲，几点真久了，塔利班对可能是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创新的所在发动攻击，有3个人死亡。目前也无任何组织承认犯案。验过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ISIS 讲，找你伫咧加拉拉巴德的炸弹攻击是因做的。伫这么全世界也无任何一个国家承认塔利班的政权，因这场看起来敢若是胜利、全情团结的活动，并无互阿富汗的暴力停落。国际社会一直要求塔利班甲2个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甲盖达组织划清界线。塔利班是讲，因甲伊斯兰国一直拢袂合，只敢若想要掌控阿富汗的塔利班。对伊斯兰国想要掌控全世界目标也无兴趣。双方伫2017年变面，塔利班也共有一寡盖达的游击队打击伊斯兰国的分子 ISIS-K。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有心了后，甲囡仔提调检讨档一直拢有讨论甲争议。最近美国的德州是通过一条甲心跳有关系法案。规定讲，只要是腹肚内的囡仔会当测到心跳，就袂使提调，甚至佮半奖金鼓励民众爱检举，这是引起真万人不满上街头抗议。联邦政府嘛讲，德州安尼做违反宪法。全美各地几万名民众行上街路，有的戴着粉红色的帽啊，有的穿着特别制作的顶衫，并且举着飘舞，抗议保守政治力量出手限制妇女对贷款的做法。It's important for us to all keep fighting for our rights because it's our bodies. It's ridiculous. I can't believe we still have to fight for this, but we'll keep fighting for it as long as we have to. 各地民众主要抗议的对象是德州9月7日生效的心跳法案，
这个法案是美国上届严格禁止堕胎法令，规定即袂使侦测到胚胎心跳，大约在孕期第6礼拜就一律袂使堕胎，就算是因为乱伦，也是性侵害有心也无例外，甚至真少看来开放州民来检举，若是有女性堕胎确定被告，检举人就使得到至少1万块美金的奖金。 I'm sick and tired of having to fight over abortion rights. It's settled law in the nation, and you are not taking that right away from us. Not now, not ever. 德州心跳法案生效进前，美国计划生育协会这民权的团体，把提出紧急的请求来阻止，不过遭到保守派较多最高法院来驳回。拜登联邦政府也加入法律战，以违宪为理由，要求联邦法官来阻止德州心跳法案的实行。 And I fear that Roe versus Wade, the historic 1973 Supreme Court ruling that enshrined a woman's right to abortion, is under the gravest threat ever. Just on December the 1st, a case in Mississippi which bans abortion after 15 weeks of gestation is due to be heard by that court. 美国最高法院1973年做出罗斯韦德案件判例，保障妇女堕胎权。即阵这项权利真危险。密西西比一宗案件直接要求最高法院大法官推翻罗斯韦德案件的裁决结果。美国妇女想要捍卫堕胎权，恐惊会经过一寡法律的攻防。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译。今日国际上又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中国的彩券出包。 开奖的时间提早2天，外界是质疑讲，这可能是有人在做手偷食步。不过官方回释的讲是时间无唔对。以色列公布预防社护照的新的规定，只要是住3档预防社的人，才通入去餐厅、健身房这公共场所。那关心北韩的官方媒体报讲，对今日早起开始要全面恢复南北韩的通信，嘛呼吁南韩要和两韩的关系恢复正常。 10月7日是中国的国庆，中国派38架军机飞来咱台湾扰乱。隔顿天，伫日时的时派20架，暗时阁派19架，计共39架，比前一天也阁较侪。专家即马是分析讲，一直到咱双十节进前，可能拢是即落办势。咱空军冒翕影片，展现守护国家的决心。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4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 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车三透早2点外，强机侵入台湾西南空域，和空军广播处理。中共11国庆，强机迄一天38架触礁台创最悬纪录，是要到隔一天10月7日。国防部公布，日时不止10架触礁台，暗时有19架触，总共39架触，佮拍破一天上悬架触纪录，包含歼16、苏凯30等真侪种真侪批各地空军基地拢有战机起飞声音。专家认为，安尼情形会延续到双十国庆。 从中共建政到我们的国庆日，这方面的时间，中共在台海的西南空域或东南空域这方面的空中的动态、中共的活动的架次都不会减少，而且今年的架次比去年可能就是翻了1倍。我们有必要知道这方面。 中共的整个用兵的模式。中军一直扰台2天已经有77架次，专家分析，中国除了要采取对台消火战，一方面也是要向中国民众大内宣，另外就是要向伫南海甲台海国际演习表态，尤其英美日俄航艦伫南海是要展现中国威胁能力的时阵，台湾空军是伫面册抛出捍卫领空永远无妥协的影片。 强调强机破坏区域和平的举动，这个增加民众反感，加两岸紧张对立的情势。影片也以空军进行高级航空成为空军赖营护敌机飞伫咱的头壳顶，展现国军无分一枚，坚守的情形，守护中华民国领空，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坚定不移，绝对袂互敌机越界一步。 记者综合报道。10月7日双十节，外交部嘛有做庆祝影片，不过是出现汉古代。这是做影片的厂商摕瑞士的山来当做咱的玉山，虽讲影片落尾有改过来呀，也毋过外交部甲这个厂商共款红美甲草头。
为庆祝双十国庆，外交部制作自2021台湾有利国庆影片底片，向国际社会绍介台湾的抗疫、民主、外交、经济及文化领域的成果及动人故事。想要到标注台湾第一高峰玉山主峰的空中摄影画面，所被山友发现不是玉山，是水水山区。后来赶紧请外部厂商修正，家己刘伟龙批评外交部这是一个不当接受的错误。外交部代表的是我们国家的门面。制作的影像也是代表我们国家向外宣传，犯下这种不应该犯的错，外交部应该确确实实的检讨内部的稽核制度。庆典制作阿拉爷电影公司也发出道歉声明，对有错误影片感觉抱歉，感谢热心的台湾专业山友协助指出错误。外交部中心上传修正过影片，同步更新13种有限版本，对措施也检讨追究相关责任，未来严格监督台湾以上影片的制作品质和内容。对于国庆影片制作与审查过程中的疏失，外交部向国人表达诚挚道歉之意，并检讨追究相关责任。不过，这不是外交部第一摆出问题。2017年，外交部伫号召改版的时阵，将华府的杜勒斯机场相片当作桃园机场55万份印好的新护照被别废掉。迄时阵，领事事务局前后局长罗台负责国民党团都敲说外交部有关不实护国新山，批评外交部唔通正做出报报。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新北三甲的文子宫病院，伫顶礼拜替20个民众注无透报的 BNT 预防针。针对这件代志，新北市卫生局是认为病院管理有失较差，所以罚20个班，嘛要求病院爱赔偿预防针的损失。三甲文子宫病院9月27进行注射针疫苗注射作业时，误用无经过透报的 BNT 疫苗原液来进行注射，20个民众互处理相当正常剂量的5倍剂量。新北市卫生局是要求院方全面来停止注射1礼拜，对着作业流程来进行检讨，并且会同卫福部组成专案小组调查，认定院方有疏失。没有督导这个所属医事人员执行业务之责，违反了医疗法第57条相关的规定，所以呢，我们以该条最高罚款新台币25万元来罚处。另外呢，因为误打这个疏失，造成了疫苗的损害，后续呢，医院会依中央公告的这个疫苗采购原价来赔偿。这也是疫情以来头前病院和地方政府要求赔偿疫苗损失的案例。对此，文子宫病院发表声明，尊重主管机关的裁决，未来注射疫苗一切相关作业会遵照卫生主管机关制度原则来进行。另外，防触唔到的25个民众，刚才这阵状况稳定，除了2个伫病院观察，其他拢已经转移所休养。有13位做了预防性入院，有11位已经出院。2位留院观察的，目前的状况也是稳定的。另外的23位医院呢，每日都有专人电话关怀。新北市卫生局讲，这阵正是国内新冠疫苗、公费流感、要肺炎、连球顾问这多种疫苗同时注射，各类疫苗的保存、注射方式拢无同款。卫生局加强对标准注射作业流程的宣导，提醒各医疗院所落实，好好来规划疫苗注射空间，搭配时段分流，避免疏失。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安平一栋公寓厝住2楼的民众，把烧金的金桶吊伫阳台外口，便拿烧金乌烟就呛到楼顶去，这是引起住伫楼顶的厝边斗不满出来投诉。这烧金纸的金炉放伫公寓2楼阳台外口边仔壁，也阁有电线管线，万一烧到其他的所在，效果是不堪设想。这是台南安平某一栋老旧的公寓，楼顶的住户因为未堪的烧金纸的烟雾影响到生活，忍袂住上网来投互人知。整个我们家楼上啊，就熏了整间屋子都是烟灰啊，窗户没有关的话，整间都烟雾很浓。厝边认为讲，这种烧金纸的方式危险，伊个影响别人。不过2楼的住户也有话要讲。过重大节日这样子而已，而且我们烧金不是说烧足济，大概20分钟就烧完的东西，我们影响到后，他们可以跟我们讲，可是他都没有啊。拍开铁窗，金炉藏起去。2楼的住户讲，金炉离1楼的厝顶有一段距离，烧的量也无济。认为厝边是因为其他的纠纷，才来讲，双方是一边讲一款。对此，环保局回应，无收到民众的申诉，严格若是危及公共的安全，会使报警察来处理。大楼内发生住户影响环境的情况，环保局基于尊重社区自治管理，请先向管委会反映。如果管委会无法处理的话呢，
基于公共安全，务必请先报警处理，必要时候呢，可以会同环保局前往。虽然做好伫家己厝的烧金纸无违法，不过若是造成迄烧厝也是污染这空气污染，就可能触犯公共危险罪，也是空气污染法。环保局建议民众好好选地点，注意安全。烧较多的时阵，会使请清洁队协助处理，以免发生危险，也造成厝边的纠纷。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桃园拉湖兰里有一户姓高的人家13当前800风灾徛过风灰掉了后，转用简单的竹仔铁皮搭一间工寮过厝仔的生活，便拿到好着饮水。社会福利团体知影了后去到修理，伫前几工仔已经完工。采光无好的厝用竹仔甲铁皮组成，再搁用帆布将厝顶盖的，困伫涂骹，用水仔去溪边灌，看起来真破旧。自从800风灾将因的厝毁掉了后，高雄桃园区这3个兄弟就一直住伫遮，靠种糜仔为生。但今年拄着糜仔欠水，收成无好，互因的经济变了更加困难。10年都做这个工，应该算是公寮了哈。那么，真的非常需要大家的关心以及帮忙，因为三兄弟他们也没有读过什么样的书，然后跟外界的沟通也有一些障碍。行山基金会接到消息了后，决定帮因起厝，因为3个兄弟住伫桃园的拉夫兰里，这中间拄着疫情，民百客路桥断去甲风台顶，一直到这礼拜六，志工团队会使载着建材设备，开3点钟的车来到山区帮因搭新的铁厝。钢骨，它就在工厂可以加工的部分就加工。今天虽然桥很小，但是车子的容量也都有限制，那就依照这个限制，然后一车把今天要的物料全部运上来。对乌地基起钢材、木工到油漆顶，志工伫1工内搭好新的铁厝，互3个兄弟总算会当对1落雨就淹水的工寮换到安全的新厝住。志工团嘛呼吁大众做伙关心偏乡弱势民众的困难，帮助因有一个安全温暖的厝通住。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地方放上头，镜头来屏东，因应即马自动化甲智慧化的工业4.0的时代，国立屏东大学伫去年是成立智慧机器人学系，今年阁成立实验室，期待要培养专业的人才。屏东大学智慧机器人学系去年成立智慧机械实验室的专业教室，无论是软体也是硬体的设备，种类佮数量拢是真高。今年佮开超过1000万块成立智慧机械手轨实验室，望透过合适各种专业的机械操作，互学生对智慧制造的流程更加熟。在学校可以学到这些东西，因为业界也在用这些东西嘛，所以可以培养我们自身的实力，然后去到业界的时候，可以更快速的衔接上他们现在的工作。屏东大学的校长表示讲，工业4.0的目标就是要让制造的流程智慧化，成立这个实验室，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人才培育中心。最终的目标，将来的智慧制造可能就是会达到客制化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哦。那随时接到单，随时有不同规格的一个生产啊，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业生产的一个趋势。除了强化设施，屏东大学也请新的专任教授，提悬研发有实作的能力，期待通培育智慧制造的专业技术人才。记者综合报道。真侪公园在修剪树仔的时，拢是直接锯掉，不过安尼就无通炸日。即马南投埔里公所已经改变方法，配合树形来修剪，嘛希望把这款剪树仔方式推广出去，互公园的环境会当愈来愈舒适。日头赤炎炎，公园内底有几排树荫，互时大早日头晓凉。南投埔里镇的长寿公园，过去咧修剪树仔的时阵，拢伫遮为树身记好灯，毋但无好看，阁无黄通早，也破坏树仔的结构。公所即马配合树形，干那修剪部分树枝仔甲叶仔，效果互民众拢真满意。较早你若讲我说这树仔修剪掉咧，还未发的时阵吼，因拢压迄个雨伞，但是即马像安就毋免吼，因伫树仔骹会当。伫遮乘凉吼，过去咱这修剪这树木吼，拢用断头式的方法，即摆咱用安尼吼随修整式吼走开吼应当是比过去吼更加会让互大家接受。公所人员当日无用清理山溪内底的树枝甲叶仔，避免囡仔佚佗的时阵受伤。邦梅公园最近拄完成的热雨病，毋但减少落叶的状况，嘛互民众毋免阁惊晒日。
进前就是讲伊的树叶会落落来吼，啊，今日囡仔一只笋吼去讲着吼，热天时啊吼会足热的吼，啊，咱即个也有甲即个挂扛起来了后吼，都囡仔一只吼佚佗的时啊，你这生沙的时较袂热吼。公所这款友善公园设施环境的做法，民众拢真支持，也拢真娱乐，也希望未来公共设施拢会当采用这款方式来维护。店长也表示，公所会全力来改善，希望社区居民拢会当做伙维护环境清洁。记者综合报道。南投水利乡公所是替志工举办研讨会，教因安怎导览，嘛了解安怎甲儿童教育、甲游览合作伙，希望会当训练更较侪人，提供上专业、上在地服务。南投水利出名的农场头家和头家娘，向建设学员分享经营的过程和心得，也传授大家在地导览的眉眉角角。另外，嘛教大家用天然的柠檬皮和麦芽粉来洗托马豆。希望将在地食材和景点合作伙，让游客伫游览的过程有完整的体验。我们做解说导览之前，对你要介绍这个区域，你要先去收集资料，因为有时候你在介绍有数据跟没数据，对游客那个感觉是不一样。能够呢，推广这个所谓的无毒的那个农业啊、农产品等等的，这方面是非常的吸引我，因为现在我觉得吃健康是最重要的。南投水利乡公所举办观光导览、志工研习，除了踮教室内面传达知识，研习课程也将学员带到室外，实际到景点了解环境的特色，练习导览互相学习，也交换意见。我们到水里乡的每一个亮点来共同导览，那共同的切磋知道互相切磋，知道怎么互相学习，能够更改进，把这个整个的亮点给呈现得更好。这摆的研习课程，让学员学到导览的知识，也认捌儿童教育，甚至亲身到每一笪景点演练。期待未来通提供每一位来到水里佚佗的游客，上专业、搁上有在地气味的导览服务。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镜头来分林。分林有一个工艺师专门在做佛像的雕刻，伊做这道超过40档。今年嘛，互分林县政府甲伊列做无形的文化资产的工艺保存者。即马伊嘛有开课，希望传承这项工艺。分林工艺师丁中华16岁时去到台北学西啊，学习新佛像的雕刻和彩画手路。这款工艺叫做增bud其中也包括空粉线等等的技术。我从事新民雕刻增bud的这个行业已经有40几年了。丁中华刻茶已经超过40档，主要拢是做增bud的工课。今年云林县政府也特别将丁中华列做无形文化资产的增bud工艺保存者。真感谢咱的这个咱云林县政府有重视咱这个无形文化资产的这个技术。所以当然后摆若有机会会当出去表示，我嘛是会当把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技术会当甲大家来分享。丁中华伫民国84年转到云林，伫四月成立家己的艺术工作室，除了原本的增bud也开始用囡仔时代的田庄生活做主题，创作个人的作品。这几档甚至也开课教人刻茶，希望会当将珍贵的手路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那咱台湾有侪人才，这毋是嘴讲讲的尔，是真正有影。咱台湾代表队伫乌克兰的国际发明展是摕到31块金牌、11块银牌甲3块铜牌，这个好成绩排世界第一。拆开当地应当做电竞软身使用，或者是锻炼体部筋膜。重新组合了后，就成做大量训练的哑铃。这是有前篮球国手柯蒂超团队发明的运动训练装置，在今年乌克兰国际发明展得到金牌。比较方便携带吧，体积不会那么大，而且比较便利。以前重量训练大部分都是比较固定式的器械嘛，机会的话是要申请专利。也有这零接触检测仪透过追踪人面观察头部因为心脏受伤产生的微震动，进一步告诉病人呼吸心率。零接触心率甲呼吸侦测技术也得到乌克兰国际发明展的金牌。那我们会导入到患者病房啦或防疫旅馆。现在在商品化的过程，我们也把那个温度也整合进去了，也从你量体温、量呼吸、量心率都可以不用接触。今年乌克兰国际发明展吸来自俄罗斯、韩国、中国等20个国家341件作品参加比赛，台湾有56件，得到31金、11银、3铜，总成绩伫国际排名第一。
今年我们参加很多关于一些辅助医疗的一些设备啦、发明啦拍成的影片，通常在3到5分钟内然后来判断说你的创意发明。中华创新发明协会表示，今年受疫情影响，今年透过网络报名参加比赛人爱将作品拍成影片，或者是做简报来讲设计理念。不过台湾这摆未少甲防疫有关系，亲像国军花莲总病院这摆作品是远端医疗无人机，提供创新远距医疗应用服务，也得到金牌。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嘉义县的义德乡第一市场，最近是甲社区合作，替菜市仔内底的店头家翕相，希望透过这款新式的宣传，让外界会当看到传统市场的改变。配合了署的要求，菜市仔内摊贩变出各种架势，佮比出各种趋势。社区营造团队为着要替传统菜市仔创造无同的感觉，特别来这替大家翕相。趣味，会当提高咱市场的活力。摆主食我袂摆得足好色的啊！嘉义县义德乡第一摊贩市场使用到档已经要40档啊，但是因为人口外移，这个传统菜市仔人愈来愈少。社区营造团队安排去欣赏相片的活动，希望大家会当注意传统市场。有嘢欢喜到要翕啊！甲你无嘢来看，这菜市仔都即摆建设啊呢？这嘛一种那个吸引人潮的物件。这样的一个趣味的摄影活动，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拍照。一方面是活络这里的气氛，另外一方面就是也行销义组，让大家知道义组越来越不一样，大家是很有活力的。社区营造团队表示，虽然一开始摊贩拢惊歹势，但是知影会当替市场宣传了后，大家拢真支持。希望不管是印出的海报，也是伫网络来使用，拢会当替因好好来宣传传统菜市仔内底特殊的人情味。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那新竹县的日头山脚有一座真罕见用水滴的下米厂，已经停止运转20天啊。即马经过1冬外的修复，最近又搁对外开放，甲空间活化，加导览的行程，要互民众了解古早农村的生活。木造的结构，然后机械的设备，加上涡轮的驱动。各位主持人现场讲解安怎透过水流，会使互下米的机器放起来。新竹县竹北东海地区这间水人下米场是台湾难得可保存完整的下米工厂。它具有非常宝贵的一个历史定义。那因为它是目前全国硕果仅存的一个以水动力驱动，然后来发动这个碾米过程的一个水垄间。这个空间目前是很清爽的，但是我们去年5月份遇到的时候是堆满了很多的东西。那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个空间清理出来，让它重见天日。这座起在1928年，100年历史的下米场有2层楼悬，经过整理重新运作，透过导览活动，让学校会使来这学到社区营造的相关经验。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哈，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开始往地方创生的这个地方去发展，藉由这样的参访哈，让学生呢也可以知道说，如果说我们要配合这样的计划，或者说我们有一个新的方向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做一些处理。各位主持人讲，接下来会继续办活动，希望民众对水人景更加了解，进一步熟悉客家文化，体会传统的农村生活。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再来去美国来看美国的奥斯卡博物馆，伫9月30已经正式对外开放。邀请民众行入去电影的世界，嘛，互人看到美国电影的发展史。电影《E.T. 外星人》当中的 E.T. 星际大战内底机器人李小龙的双截棍，抑个绿野仙踪内底主角陶乐斯所穿的红色的鞋仔，这电影当中的道具戏服直接呈现伫观众眼前。伫美国洛杉矶奥斯卡博物馆最近正式开幕，邀请民众行入电影世界。You are in the Wizard of Oz Gallery in the Academy Museum of Motion Pictures, the U.S.'s largest and only museum solely devoted to the arts, the artists, the sciences, the technology, the stories of movie making. 博物馆搁打造奥斯卡颁奖典礼现场，互参观人用无价得奖的场面，体会捧奥斯卡奖座受金人的滋味。捌提过2届奥斯卡影帝汤姆汉克伫参加开幕记者会时阵，俄罗斯博物馆亲像一个帕德嫩神庙。
Films are made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and they are wonderful films. And there are other cities with film museums, but with all due respect, a place like Los Angeles, created by the Motion Picture Academy, this museum has really got to be the Parthenon of such places. 博物馆收藏超过13000万张相片，19万部电影资产，加超过8万部电影剧本，因讲是一个美国电影发展史。Visitors will come to this museum and learn about how movies are made, learn about our legacy, learn about all of the arts and crafts and sciences that go into movie making, which is truly a collaborative art. 博物馆伫洛杉矶市中心，由意大利建筑师皮亚诺设计，雅加学院管理，由迪士尼、华纳加 Netflix 等用3.9亿美金打造，占地2.8万平方公尺，因讲是北美上大电影博物馆。 And the new plane is like a little spaceship, maybe a flying vessel, something like that. That land is actually landing, not just landing, or maybe really. This is about cinema. This is what cinema does. It takes you on board and takes you to another world. 2012年，我们成立奥斯卡电影博物馆，原本要伫2017年开播，不过因为拄到工程延迟，加上新冠疫情，一直到9月30才正式开放。I'm very moved to be able to say to you, finally, at last, boy howdy hey, welcome to the Academy Museum of Motion Pictures, and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for being here. 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 NASA 委托美国的航太业者研发核能动力的太空火箭，因为核能会当缩短飞去火箭的时间，未来嘛会当当做伫火箭设基地运作的能源。 即卖的太空火箭是用液态燃料为主，主要是液态氢甲液态氮。虽然技术已经真好啊，不过要甲太空探险这个范围，为地球轨道甲月球撒去火箭，即卖的载运火箭速度还是无够，所以科学家想要用核子动力。简单来讲，核能动力火箭是小型的反应炉，代替传统火箭引擎的燃烧功能。Nuclear thermal propulsion is powered by nuclear fission, which has been used on Earth for more than 70 years. How it works is conceptually simple. Energy from fission is used to heat hydrogen to about 4,400 degrees Fahrenheit. This hydrogen is then accelerated through a nozzle, resulting in a propellant efficiency roughly twice that of the best chemical rocket engines. 即卖科技发展，使用低浓度浓缩铀就会当做核动力火箭燃料，可会当伫地面进行延伸的测试，同时也大大缩小核能火箭的重量甲体积，互核能火箭变作未来可能的选项。NTP can take months off the trip compared to using traditional chemical systems, reducing risks associated with exposure to galactic cosmic radiation, microgravity, and other hazards of deep space travel. 除了互太空飞行更加快速 ，NASA 阁认为核能动力火箭科技一旦发展了真好，会当提供未来火箭基地运作所需要能源，包括着太空人的卫星系统、火箭基地的通信者。当然，核能动力火箭甲地面的核电厂有类似的风险。像讲飞去外太空的过程中，火箭顶悬的核能反应炉内一旦发生失控的核分裂，也是讲弄到太空粪扫，拢会互放射性物质对着大气层扩散到地球。这种的扩散差不多无法度预测，也无法度控制。这原来是核能动力火箭发展过程上无法度下过的限制。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美国加州从2011年开始，就一直受严重的可汗甲火烧山影响。即摆为着要欠水嘛欠电，涉国一间企业研发一套省水的机器人，种菜就会当省9成水电。这台机器人对下骹甲规排高站塔躺起来，伫咧温室内面耍电动。这是美国加州涉国一间企业所设计的省水机器人，用自动化的设施种菜、省水佮省电。So our principle is to use machine learning and data science to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with each plant, and the robots to collect that data and to then control to make adjustments to the growing cycle to complete that circle.
这台叫做 Grover 的机器人，有在条加这544公斤的茶架卷起来，内面有80加仑的水加70丛高站台幼崽，会当伫咧无加水压出来，也无去缀着幼崽情形下，交互这台叫做 A 代机器手来过幼崽的菌。为了要对抗可化，适合这间公司伫差不多280平的温室，用水经系统种菜，比传统方式省90%的水电。Hydroponics are great, but it's just one piece of the puzzle. To really eliminate waste, to really get to that next level of sustainability and impact, we have to rethink the entire grow process. So a big part of our mission is to grow more with less, and so we designed these robots to always consider how we could grow with less water and less electricity. 加州伫咧美国西岸是美国面积第3大州，水源拢是靠北加州山区洋的水，一直拢有可化加欠水的问题。2012年开始，加州拄到8年来上严重的可化，佫常常发生森林野火，江水正暗。I think we're now at a stage where most people understand that conditions are only getting worse. I mean, here in California, we are entering yet another extreme drought condition. We are getting wildfires every single year for weeks on end. 欠水的问题受到全世界暖化影响，继续扩大。加州的民众大家对省水的问题拢正重视，加省水内化成做生活方式，以免佫拄到限水的危机。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天气报道在今日到拜三拢是透偏东风。伫这方面呢，东半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水气较高，所以会落局部地渐雨。啊，伫山方面的西半部是高温烧热。所以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25度至32度。外岛是26度至34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